為生命奮鬥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到了耶利哥，耶穌同門徒並許多人出耶利哥的時候，有一個討飯的瞎子，就是底買的兒子巴底買，坐在路旁。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，就喊着說：大衛的子孫啊，耶穌啊，可憐我吧！有好多人責備佢，不許他作聲，他卻越發大聲喊着說：大衛的子孫啊，可憐我吧！耶穌就站住說：叫他過來。他們就叫那瞎子，對他說：放心，起來，他叫你啦。瞎子就丟下衣服，跳起嚟，走到耶穌那裏。耶穌說：要我為你做什麼呢？瞎子說：拉波尼，即係夫子，我要看見。耶穌說：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見了，就在路上跟隨耶穌。馬可福音10章46至52節。呢段經文係講一個盲嘅乞丐點樣去為自己嘅生命奮鬥，佢點樣為面對自己嘅弱點，點樣面對佢自己難以逆轉嘅命運。喺聖經裏邊有好多咁樣嘅例子，都係神俾我哋嘅一啲嘅啟示。雖然係盲嘅，但係都冇藉口放棄生命嘅奮鬥。佢被好多人責罵阻撓，而依然有勇氣。佢依然去為自己嘅生命奮鬥。佢緊緊咁樣捉住一個好渺茫嘅機會，去獲得重見光明嘅機會。佢唔甘心去做一個弱者，唔甘心去做一個殘疾人。喺耶穌基督無條件嘅愛之下，佢能夠重見光明啦。雖然盲，但係都冇藉口去逃避生命嘅奮鬥。佢為咗一個更好嘅未來而奮鬥。如果你研習聖經嘅時候，你將會揾到好多呢啲咁樣嘅例子，去鼓勵一個人去為咗生命奮鬥嘅例子。佢哋係充滿勇氣嘅殘疾人，因為當你有勇氣去面對困難，有信心依靠神嘅話，神就會成就你心中所想嘅事情。神係會鼓勵我哋去為咗生命奮鬥，唔會使用藉口去放棄自己嘅奮鬥，去為更好嘅未來奮鬥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啊，每次我研習聖經嘅時候，我都感到你喺我身邊，鼓勵我為咗生命奮鬥，不氣餒，不放棄。你嘅應許，你嘅愛，不停咁樣支持住我，為你俾我嘅生命去奮鬥。呢啲生命嘅動力，完全係從你嗰度嚟嘅。感謝你俾勇氣、信心、盼望同埋愛俾我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哋覺得想同朋友分享咧，就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，咁樣你咧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